黃俊碩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醫療服務咧一直都享負盛名。隨住特區政府近年銳意發展中醫業啦，咁推動中西醫嘅協作，一方面為廣大市民提供全面同埋多元化嘅醫療服務，同時間亦都有助香港發展成為融合中西醫嘅國際醫療服務樞紐。然而近日咧都有好多唔同打住所謂正骨舒緩治療等幌子，涉嫌以一啲誤導手法宣傳，等大眾市民誤以為佢哋可以提供專業同埋合法嘅醫療服務，喺香港不斷咁發生。頭先李慧宏議員都有講到，佢所屬嘅金融服務界其實都有一啲咁嘅人士啦，以一啲即係諮詢啦或者金融服務去作一個幌子，而其實我所屬嘅會計界都一直有一啲以會計專業會計特許會計會計士，甚至乎乜乜會計協會、乜乜會計師會嘅會員咧嘅人士咧，都係做一啲咁嘅服務嘅。咁呢一啲我諗去唔同嘅專業咧，都其實有發生。咁我哋去翻今日嘅議案先，主席。今日嘅議案咧就係關於嘅行醫，我哋講翻有關嘅不法分子咧去所作所為咧，唔單止威脅到我哋廣大市民嘅生命健康啦，更加對香港嘅國際形象造成巨大嘅影響。呢啲不法分子咧，好多時為咗誤導市民，往往自稱英文佢唔會用中文嘅，就自稱 doctor 或者痛症治療師等等，透過呢啲嘅法律漏洞咧，混淆視聽，等大眾市民誤以為佢哋係一啲合法嘅專業醫療人員，佢哋所提供嘅治療服務，非但服務質素冇任何嘅保證，而且收費咧，甚至乎遠遠比一啲合規或者合法去經營嘅專科醫生咧高昂。市民一旦發現受騙之後咧，佢哋往往都投訴無門，對市民大眾嘅健康咧造成嚴重嘅威脅。除此之外咧，較早前入境處咧都拘捕咗6名一個即係外籍嘅外傭啦，去一個單位內涉嫌提供一啲洗牙箍、牙架、牙製作等等嘅牙科服務。而呢啲嘅牙科服務一方面咧，去香港冇一個行醫資格之餘咧，佢哋被揭露嘅時候咧，提供服務嘅環境咧都係十分惡劣，而用嘅設施同埋物料咧，完全係冇保障啦。當然呢一啲係一啲非法行醫，而且當局我相信都有機制或者佢想去取締嘅。咁但係而呢個嘅狀況咧，正亦都可以揭示到咧，其實係香港咧有呢啲嘅狀況出現，佢哋嘅出現咧，甚至乎危及到我哋大眾市民嘅生命安全財產嘅。有見及此咧，特區政府應該咧多管齊下打擊呢啲非法行醫，當中包括完善相關嘅唔同嘅法例啦，防止呢啲不法分子巧立名目誤導公眾，以為可以提供一啲合法、合規同埋符合標準嘅醫療服務。其次咧，當局咧真係要去加強一啲放蛇等嘅執法行動主動咁樣去打擊呢啲非法行醫嘅行為，以及加強我哋嘅公眾教育宣傳，避免我哋大眾市民去揾呢啲不法嘅即係嘅服務啦，誤墮非法行醫嘅陷阱。主席，我完全明白監管同發展係並重嘅，過多監管係會壓制咗一個行業嘅發展。但係我哋翻去呢一啲嘅醫療服務咧，或者呢啲非法行醫咧，其實不但嚴重影響咗大眾市民嘅健康，更加會影響住香港醫療業去國際社會上享負盛名嘅聲名上蒙上一個陰影，全面破壞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嘅形象。因此咧，我都係督請政府咧加強力度，全面杜絕非法行醫，還香港市民一個安全可靠嘅醫療環境。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永光議員嘅議案。郭玲麗議員。多謝主席，本人咧係